朋友們，歡迎嚟到人生遊樂無限公司賓利嘅頻道啊！我之前介紹嘅江西5天之旅正唔正啊？我覺得當中嘅望仙谷呢，好值得推介啊，所以我攞返出嚟同大家再分享。之前講過啦，我係跟團坐旅遊巴去望仙谷嘅。如果大家想自由行嘅，最方便就係搭高鐵去江西上饒站，然後再轉車，可以轉望仙谷專線旅遊大巴，車程大概1小時，車費係30蚊人仔。人多嘅話可以直接包車或者 call 的士都得，車費都係百幾蚊啫。再唔係直接揀谷外包景點接送嘅民宿都 OK。唔好講咁多啦，入谷咯！門票140蚊一位，小朋友就70蚊，包晒所有景點同埋表演噶。上平台買飛呢，有時會有特價噶。哇，行日都人山人海啊！先喺門口打個卡先。大家肯定想問，望仙谷真係望到神仙咩？真係唔講得笑啊！呢個仙係指三國時代嘅胡超，佢係司馬懿嘅老師，據講同諸葛亮一樣咁叻噶。但係佢好夠任性啊！曹操請佢出山都唔去啊，匿喺望仙鄉修仙。據講最後仲飛升咗添啊！講返轉頭啦，望仙鄉其實係一條普通嘅村仔，近代村民係靠採石材為生，直到2007年因為環保問題，石場關咗，冇咗收入。條村一度就變窮啦，好彩2011年搞咗個峽谷漂流，咁先至打開咗旅遊嘅缺口。到咗2017年就大手筆花咗28億起咗澗北文化古村，先至有今日嘅望仙谷。全部建築依山而建，隨手影都好似仙俠劇嘅截圖， AI 造圖都係咁上下咋。2020年開業，1年之間就火速爆紅，到而家一直都係國內旅遊業嘅熱門地。好啦，唔講咁多，入谷啦。行過青雲橋，哇，峽谷溪流加埋天然地形上嘅鄉村建築，係咪好似世外桃源啊？睇下懸崖上面嘅懸崖民宿同餐廳，用江西東北嘅傳統建築風格，大面積嘅夯土牆、碎石牆配埋木質小窗，古樸之中又不失精緻啊！呢個懸崖民宿貴嘢嚟噶，最平一晚都要3000蚊以上。哇，5星級酒店嘅收費啊，旺季仲炒到萬幾蚊一晚，仲要一房難求。但係佢掛喺雲端，開門見山，峽谷景色盡收眼底，又真係幾令人向往嘅。當然啦，望仙谷仲有啲平啲嘅住宿選擇，就係近住入口，舊年先開嘅養仙居，同埋啲山谷而建喺峽谷中心嘅仙宿，房價都要1000蚊以上，但係平日同埋淡季呢，有折頭就抵住好多啦。如果再想住平啲，谷外仲有好多民宿俾大家選擇。到咗差唔多7點，亮燈啦，懸崖民宿即刻換上新裝，真係好似飄喺天上嘅仙宮，係咪好夢幻啊？呢條棧道叫做尋仙路，跟住地形而建，彎彎曲曲，兩邊仿古嘅民宿寧靜舒服。再行前少少就見到大型嘅人工飛瀑同埋怪石，瀑布從上面射落，加埋藍眼淚燈光，你話係咪好迷人先？聽講沿住棧道向上行，去到白鶴崖嘅潮鶴樓，可以睇到峽谷嘅全景噶。我哋就唔行上去啦。喺五羊橋影上去懸崖民宿，又係一個必打卡嘅角度。橋嘅一邊係小食街，另外一邊呢就係酒吧街。我哋梗係揀小食街啦。小店眾多，食物嘅款式亦都琳琅滿目，價錢又唔貴啊。中意掃街嘅朋友仔就開心啦。仲有漢服店，好多遊客都着住漢服周圍影相，好有氣氛。行去作坊街，仲可以睇下當地嘅手工藝品，買下手信。咦，月亮出嚟啦！華燈初上，條條小巷，縱橫交錯，有嘢食，有嘢睇，好熱鬧啊！咦，另一邊又有個大月光嘅，
哦，原來係人工㗎，又做得幾似幾盞鬼喎，無論邊個角度都影到大片，正。望星谷仲有好多表演，如果想睇表演呢，記住留意時間，提前做定功課啊。行到8點0回程啦，喺攬月橋回頭望，真係唔捨得走啊！講真呢，望星谷唔算大，不過有自然風光，又有靚靚造景，加埋江西小食同埋表演，又幾值得一遊嘅。行到8點0返酒店啦，車程大概1個鐘。我哋今晚住嘅係上窰博悅酒店。提提大家，望星谷嘅表演係由上午11點至到晚上嘅8點半，大部分都係傍晚到晚上嘅。不過注意啦，部分表演係星期一同埋星期二休息噶，所以最好避開星期一同星期二先至嚟啊。最後總結下啦，望星谷係近期頂流嘅景點之一。當然啦，網上亦都有唔少嘅差評，主要話佢節假日人太多啦，車位難求，園區太過商業化。不過1000個人就會有1000種感受啦，好唔好玩真係視乎自己嘅體驗㗎。最後俾個貼士你哋啦，最好下午4至5點入高，先行上高處俯覽望星谷全景，然後等到亮燈嘅時候，再行返去峽谷欣賞懸崖夜景，品嘗江西米食同埋欣賞表演，咁就 perfect 啦。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！記得要做乜嘢啊？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啊！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拜拜。